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会老人讲的，也下挨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泉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初的花而已。哎，两个坐紧一点点，靠近中间没有人嘛，坐紧一点点，不要坐那么开。好。哎，两个人再坐紧一点。中间要留给我坐吗？不用了。我画双人哈，所以两个人坐紧一点。可以吗？嘿，然后那个阿蒋，对不对？阿蒋，关起啊，看他嘛。哎，对，感觉好像有种交流哈，在聊天的感觉，身体再放轻松点，自然一点。哎，对，好，不动，就这样，好，要动哦。好像两个古早人哦，好像。这西装像我舅舅那个年代的人。你穿的也很复古，很漂亮。哎，不要乱动嘛，敬业一点，这样我没办法画啊。哎，看彼此啊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你是先画轮廓，先把轮廓描出来。看到描出来。两个古早人呢。你们送到这里就好了。你们在哪一间茶庄工作？那间不能送你们到门口吗？不可以，调嘎妞很凶的，管我们很严格。要是被他们看到，我们不被打死才怪。我会拿出来，就不要勉强了。好。気をつけてね。ありがとう。好没？我没看到。好，赶快进去。哎，快来！不知道调岗有看到他们两个哎。看到就看到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不怕调岗牛跟你透赏打小报告哦？约菲，嗨，你怎么来阴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？就平庸啊，还天样啊，出去姥姥的就转来啊，哈。哦，安娘啊，哦，尤姐，来，你看看，这个男人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原先很凶，我会怕。你会怕哦？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姑妈呢继续的帮你留意，直到你满意为止，好不好？
好。待会儿脸啊、手啊，赶快去洗一洗。吃饭了呀。好。嗨。刚刚铁康牛都没有提到他们，应该是没有看到陈明才和潘朝森吧？よかった。よかった。量的色哪会慢？让我来量的色玫瑰也唔感觉。好美的风景。好美的人哦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喜欢哪一种画风？是印象派还是现代派？我只想画我自己想画的。我的老师也希望我画出自己的风格。你的老师是谁？他是我的中学美术老师，对我影响很大哦。他叫肖如松。好像有听过他的名字，是不是个性很怪，还有个胡子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亲戚就在内湾，小时候回去那边玩，曾经听堂兄弟提过他。哦，对哦，你跟我说过，你有住过内湾。啊，原来是有亲戚住在那边哦。这样说来，我们也算同乡哦。我对内湾的印象蛮深的，记得有一年，我大概8岁左右吧，我父亲带我回去那边，还遇到一个小男孩。哦。他好像眼睛瞎了，拿着一根竹竿，一直哭，哭得好伤心。他说要过去河边找他妈妈。一个小男孩眼睛看不见，哭着找妈妈。不会吧？怎么了？你先告诉我，那个小男孩长什么模样，然后大概几岁？跟我差不多，人很瘦，穿着很大的裤子，好像快掉下来一样。那还去改意啦？好吧，你啊，生日，安子生，在你哦，你那天是不是穿着白色的洋装，然后留着一头长发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那个裤子快掉了，然后哭着找妈妈的小男孩啊！真的假的？我想不到你小时候为了治好眼睛吃了那么多苦头。是啊，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哦，我反而觉得很庆幸，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经验。你还感觉庆幸？看不见不是很痛苦吗？所以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就用摸的啊。我对物体的线条、颜色的渴望，还有味道，都比别人敏感，这样还有助于我的创作哦。你怎么都跟人家不一样？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，都会觉得自己好悲惨哦。我本来也觉得自己很悲惨啊，不过长大之后我才明白，真正可怜的是我的阿妹。看哦，她要忍受那么多痛苦，还要装作自己很坚强。一路听你讲的故事，对你这位个性凶悍、其实心地软的阿母，真想看看他哦。真的哦？
那下次放假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回内湾看看我的阿妹。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，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回去啊？哦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都好啊。我住那里。你就在这里？我跟同学合住的。怎么那么巧？前几天呢，我才帮一位迷路的欧巴桑带他过来这里找到儿子，一样就在这里耶。迷路的欧巴桑，他从哪里来的？听他的口音，跟你一样是客家人，大包小包一堆。我记得他说他儿子在齐庄读书，还拉着我说要介绍给我认识，一个好可爱的欧巴桑。你不要跟我说，他讲话很大声，动作很大，然后还喜欢教训别人。对呀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一定是你同学的妈妈。你见到她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见到他了，不过她不是我同学的妈妈，她是我阿妹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碰来碰去都碰到你们家人啊？这个叫做千里姻缘线牵。我要回去了。哦，哎，Yuki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你刚刚问我们是怎么样的好朋友，我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，然后像亲人一样，你愿意吗？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视力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。我要走了。那你再说一遍。哎呦，罗曼蒂克呢？那你怎么回答他啊？什么也没说，啊？只是把手帕留给他，他应该懂吧？潘朝森这么木头，哎呦，你把手帕给他，他还以为是用来擤鼻涕。変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。不意气我。どうしたの？我想到多少，我都怀疑这份爱情，我能把握住吗？这太太就不用去讲。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它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死的。哎呦，你想想看嘛，你8岁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帮助过他，啊，然后现在又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他，这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什么呢？女人当自强，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頑張ってね。頑張る。
方素帕寄心知。心知街的颠倒看，横也思来竖也思，这般心事有谁知？哎，这哪个这边去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先生，买茶面啊？没啦，阿妹，我迄来寻友去的，该问一下有体了无？放心啦，我伫调解娘的规矩，若要定期下班，唔会我都用做生理的。哦，佮送货出去的啦，无错呀。不过吼，俺不要转来哦，那要加班到清暗哦。安样啊？你还冇个名咯？等期转来，我再同伊讲。我原都潘潮生，从哪位做生咯？韩梦啦，我韩伫读书，我迄台中师专的学生。爸妹，做得拜托老廖发交本记嘛？安子谁啊？潘潮生。好了吗？好了。给我看看。看见你，目珠堂堂的看见你，你一定是天堂下凡嘅仙人，有冇看过安江的什么你？我帮一些模特儿画过，他们都说我把他们画丑了。你是唯一一个没有跟我抱怨的人。你笔下的人物素描，突出豪宅的鲜明力，不难用美不美来评断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。除了肖老师之外，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呢。Yuki， 我不要说话，你听。快 Yuki， 有细仔朋友就冇爱参啊。開牙醫3年咯，冇夾冇殺。人家说，恋爱的滋味，酸甜苦辣都有。相聚是甜，相思是苦，离别是酸。那辣是什么？吵架啊，敲起来像吃到辣椒，火辣辣的。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跟你吵架。真的？如果我跟你吵架的话，那就罚我以后娶一个恰贝贝的老婆，然后被她管得死死。我才不会恰贝贝了。真的？那我
感谢老天爷，我好幸福哦。你臭美，谁想要嫁给你啊？是我豆腐。Yuki， 口碑大赛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对不起。好了啦，我又不是你的老师，一直跟我鞠躬敬礼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免得老板娘迷糊。Yuki， 我看你老板娘长得和蔼可亲，不像你说的那么严肃啊。你有跟她见过面，说过话？有啊，我那天去找你，然后她说你送货不在，还问我是谁，她没有告诉你啊。快点，用行忙賺呐！哎，Yuki， 哦，怎么了？什么事让你笑成这样？我等老半天，就是要跟你说，娘子，鞋子啊，我爸回来啦。嗨，娘子，那茶米啊，拿给坛子给陈太太。摊子懂演呢。也没有医啊。哎呦，哦哟，给牙医啦。自己保重哦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爸上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事啦。啊，主要是啊，让你们父女俩讲话方便一点呐。有没妇女？你是说？父さん。多上礼拜弹弓顶一本比转来，迄像因因是盘草神迄慢热啦。爷奶酪噶？言えないんじゃないの。是在想怎么让你知道他的好。你对他是认真的？はい。马上收拾行李，跟我回日本去。父さん。我再怎么宠你，也不能让你这么任性。为什么我喜欢的人不是你安排的，就是任性？他还是个学生，而且家里面是种田的，你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せ的。你已经把他调查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当然的，在商场上如果没有摸清楚对方的底细，如何能够掌握谈判的筹码？父さん，我是你的女儿呢，我的感情怎么可以当真在受生意呢？我做埋個細路，聽錯一件講埋個監天，潘朝生，冇級嘅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，才会觉得他不及格。如果你认识他，跟他说过话，就知道他是一颗宝石。你呀，被愛情沖昏了頭了。還在更加努力，開創夢想公園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恋。你呀，被愛情沖昏了頭了，只不過是一顆普通的石頭，卻被你說成是個寶石。父さん，我已經跟着你這麼多年，請你相信我的眼光。父さん，給他一次機會嘛，我相信你會跟我一樣，會喜歡他的。父さん，父さん。好，就叫他來跟我見一面，我要單獨跟他談一談啊。單獨？那我呢？你想怎麼樣？這已經是豆上最大的底線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你願意見他，我非常感謝父さん。ありがとう。
唔是变的啦，唔变都烂铁吼，要变唔出冲用的衫。哎呦，你总得啦，万一这 Yuki 爸爸呢，不能穿制服啊。跟你就要刚下来哦，有来要在兄弟哦，嘿娘福气哦，你要好好的谢谢我。做哪去谢谢啦？你就谢谢我才要跟你讲啊。好啦，谢谢啦。哎，你很没诚意耶。好啦，台生，准备好了没？差不多了。啊，唔是做的啦，来，同来啦。做哪啦？同来啦，看你就敌的啦。看啦。全部哦，今天老美宿舍的同学还有学弟加来，你看，还有衬衫、压领带哈，还有长裤、西装，自己选。充满了含情脉脉款来咯，看你会讲哦。很凶哦，有你们这些兄弟，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哎，不是暗用，口号，你跟他公吧，比较有诚意。等你以后结婚致辞的时候再来跟我讲啊。现在先选。曹胜，这双皮鞋刚好是你的 size， 那穿出去拉风一下。哇，帅哦！这样穿才对嘛！来，勇敢的往前走，幸福之路就在前面等着你。哇，帅哦！我们两个虽然不能陪你去，但是精神上支持你。来，加油！我什么？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我若是他不是，我一定会再来看你。我现在要出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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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要出征。铁队长，您的客人到了。我机长。来，炒一笔。是啊，不会死酒。我要是酒送到我多口。来。我难以查太久，跟我去上一笔。那么好干，还无人家唔饮来整个酒。真的歹势啦，真的唔会死酒。以前这花土了条路，迄阵比汉摆做花架的。系啊。牛把汉摆个变做一个有名的花架。跟外面唔ดี，不过千山万铁做啦。千山啊，千山啊！当然我放心，那我冇去搞本。你喺哪物嘅向人摸嘅呀？
尤其同我讲哦，金强识苦，哎，副卡很油甜，哎，相信现做一番哦，一定有番好食的啦。阿妹，从小就当好命，我等伊出到去准公主的样式，伊无做过事，伊用的甜嘛，敢都识苦啊。金咧伫茶米店做事，茶米店迄件唔开嘅，今日晚顶伊搬转来了，暂时迄都解决天天。你做嘛去遐骗爱喏？伊还落线，伊想解报小转移分析咧，所以咱无让讲落实发干吧了。ちょっと落ち着いてゆきちゃん。我相信班长生那么优秀，我豆嫂一定会满意的，一切都会圆满的。自我催眠。你怎么不鼓励我？怎么还泼我冷水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潘朝生发现你家环境这么好，原来是你在骗他，他会怎么想？这个我会跟他解释的。好，就算他不在意你说谎，对吗？我会上话。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哎，很会算的，只要无利可图，不合他的意，很近一来，下手是很猛的。要我是你哦，我才不会让他跟潘朝生见面。哦，发嘎生呢？我今日用伊来，但迄阵比人有大拍过。迄个阮先生，因为先生放弃法图，也系先生放弃有气功。不过法图老有去考，无嘛去冲突啦。对我来讲，就会冲突。但迄堂堂一个做事非常的下酒，哪有可能向我妹摕嚟一个罢工的法家，过得甚不易呢？我至少虽然也爱无钱，不过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。请我坚持下去，法家一定会用我 TV 的啦。成功你要再狠狠的去问。好啦，我看有一副唔认输嘅气势，我做你帮助你。不过你要让我配合。我让你配合。会啊，我底下下係個受過有名聲嘅學生法家，不過你功成名就還冇得事。我做嘢見見，老爺發作拿起旁邊費用冚家，同時我拜託你啦，聽數操作，等到人嘅發作很多天家嘅時間，嘿，咁就成功，你就有名。人嘅發作得錢咧。跟阿妹嘅婷婷就要幸福好過。人哋婷婷穿到嘅，我應該穿嘅理順啊！要是，我要同你合作。原來佢每年唔喐人來，你上來做生意天天。時間。對生意人來講就會錢，但這個人做得家家有氣口的事情，同時又很多的創造最高的經濟效益，你係有乜解唔講？黃主席，做生意唔係成功嘅，不過做你的阿爸，你真係有想過有氣的幸福？無
我爱并不以拼错的点为大作的鼓足了来。表帅，我等等你的回答。你要现在哪一方啊？ 怎么样？Yuki 爸爸是不是对你满意的不得了？是啊是啊，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哎，你是兴奋过头还是魂飞啦？干嘛不理人？大概事情没忘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我有经验，跟女朋友吵完架就是这个德性啦。你老 Yuki 吵架？哦，重温的啦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出征失败。费了一片苦心。彼が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。信じられないだと，你自己可以去问他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他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你是不是威胁他、恐吓他了？なんでそんなことするの？Yukiko，注意你的态度，我是你的舵手。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他的优点，不要什么都用家世背景来衡量。我们家有晴天，也是我じいちゃん白手起家。父さん，早先身上有我じいちゃん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他是跟你一样，将来绝对不会是泛泛之辈。我相信他很优秀，我也知道他能够吃苦耐劳，我还承认我很欣赏他。可是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你交给他。你这样不是矛盾吗？既然欣赏他，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在一起？ Yukiko， 等你哪一天当了人家的父母，你就会了解豆嫂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心里面有多么的痛苦。我也希望父さん可以了解我的痛苦。潘秋生。 法度就从南面用，还靠这个变到一流的法卡，天晴盘切的事情，那绝对不会做了。是谁啊？潘秋生，你要野点的，而你睇下就怂样。你讲你行出了，就变做那样艺术。 实际上，虽然我付扛唔钱，不过我阿爸阿妈亲戚从老年就无老来动作动事来买卖，真的比 Yuki 吃得大。我不准过老 Yuki 哥哥的弟弟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事。 不准过老 Yuki 哥哥的弟弟，为了你的事情，我两子啊，看看我大娘面的。
唔放心啦，幸好的事情来伫啊，但买朋友去，做一个不好。你讲的唔会差，我确实是一个唔俾我任何赚钱机会嘅生意人。不过，我咪是一个懂什么嘅阿爸，潘秋生，我讲样嘅欣赏你，都无法度将我嘅交俾一个爱花养过生命嘅人。我嘅妹。绝对做唔得比唔过你嘅花。你真的要跟我分手？对，如果你想要玩的话，就找别人，我没空陪你打发时间。你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没有那个意思，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，隐瞒我你的家事呢？你现在说对不起太迟了。我就是在乎你，才不敢跟你说实话。索林早就知道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阿强，不要故意说这种话让我难过。我家有钱，不是我可以选择的，而且我们不但认识，还彼此相爱，不能说这种沮丧的话。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阿甲，不管我爸说什么，你带我走吧，我愿意跟着你到任何地方，什么地方都好，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想得很清楚才跟你说的。你带我走，我愿意放弃一切，就是不要跟你分手。你疯了！你要跟我私奔？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爸爸吗？我不在乎。可是我在乎啊！我不要你因为我跟你爸爸决裂。我不能害你，听你爸爸的话，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幸福。我们分手。阿强，哇，不得了了！刚刚约你私奔了，那你答应了吗？哎，你是怎么搞的啊？这么浪漫的事情，我想碰都碰不到，你居然还拒绝啊？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？潘朝生，你能让一个女孩子放下自尊，跟你私奔？如果我是你啊，
绝对不会辜负他的。仔，你觉得呢？根本就不是蒙来啊！不管对或错，你都做了决定，不是吗？我看哪是错。哎，姓许那个老头子，分明是拿他女儿的婚姻当做事业在经营哎。你呀，要是真的为了学子着想，就应该赶快带他走，脱离他爸爸的魔掌。不要犹豫了，我支持你，赶快带着学子私奔，去追求属于你们的幸福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可以整天不愁吃穿，然后出去这样当花花公子吗？为爱死人听起来是很浪漫，但是他这样这么做，我看他是不用再画了。哪那么严重啊？他还是可以当老师，还是可以继续创作啊。你以为 Yuki 他老爸不会来每天找他吗？他每天光躲他都来不及了吧？哪有办法专心画啊？大家，理想跟爱情都很重要，可是你现在只能选一个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决定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